头先来关心的，就是即马中央呢是规划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。伫咧彰化县目前是有560大个饲猪场，这猪仔的数量是76万只，这是全国的第3名。彰化县这饲猪协会是表示讲，因是真支持禁止用喷来饲猪。也毋过即马面对着这国际上猪这疫情又搁开始咧紧张啊，未来这一档这过渡期就是防疫的大关键。农业部拍算宣布，为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油喷饲猪。彰化县目前有560场的饲猪场，大约饲76万只猪。彰化县农业处拜二伫议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表示，禁止用油喷饲猪原本就是县府规划的方向。即阵中央拍算安尼做，会来通知协调县内目前也咧使用油喷饲猪的猪条。彰化县处养猪的户数是33户，总头数是54000头，那占的比例，场数的比例是5.9%。在我们的政策方面，我们其实有找那个猪农33户猪农，针对我们未来的走向啊，期待怎么做，有跟他们做一个宣导。彰化县饲猪协会表示，县内大部分的饲猪户拢赞成禁止用油喷饲猪的政策，尤其最近西班牙嘛有野猪喂到非洲猪只，面对国际猪只疫情搁变紧张，未来一年的过渡期一定要真注意防范疫情，事业油喷嘛要严格管理。这1年当中，虽然说是用事业厨余，但是事业厨余有时候也会被掺杂一些家庭厨余，怕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存在。没有落实斟酌的话，就是整个风险就会拉得很高。彰化县政府表示，已经有和县内使用油喷饲猪的猪农沟通，目标是一步一步调整转型，改掉用油喷饲猪。若目前禁止油喷饲猪的相关补助配套措施，也佫需要等中央公布详细细节。短期内的家庭油喷处理，除了送分化厂烧掉，县府也会辅导各清洁队饲笋塘接喷，全力配合中央的政策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